第11屆澳門工展會今日朝早喺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開幕。本屆展會為期4日，匯聚海內外137家展商，設173個展位。展會規劃7大核心展區，澳門工業綜合館，超多高科技產品等你嚟體驗，甚至仲能夠現場問診中醫。那麼這款產品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把傳統的中醫藥智慧和 AI 大模型的技術有效地結合起來，現場就可以採集你的面相、舌相，還有做一些問診，並且推薦適合你的一些飲品。帶有澳門產品優質認證計劃嘅本地商品，讓你買嘅放心。我哋就會有呢個參加咗呢個 M 產品嘅認證，優質產品嘅認證嚟嘅。咁我哋大部分嘅爺爺麵產品都有呢個參加咗呢個認證啦。咁其實呢個認證就令到啲消費者對於我哋嘅產品嘅製造上啊、食品嘅健康上啊、安全上啊，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信心啦。潮流時尚區、生活家電區、保健同埋嬰兒用品區覆蓋全年齡段，乜嘢類型都有得買。特色美食區匯聚各地風味小食，唔單止可以挑選各種手信回屋企，現場亦係香氣4日，飲料、品小吃，超多美味喺度等你試。歡迎大家喺國慶嘅時候都可以過嚟呢度展會試下我哋嘅牛雜。記得國慶假期嚟展會現場，一行到底。